方提出来问他：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刚才是这样说吗？你的意见是怎样？你刚才所说的意思是这样子吗？用这样子来澄清到我们不太清楚的部分。当我们澄清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对方讲的非常的复杂，讲的很多很多，然后很杂。你要怎样要去了解到底是不是重点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我们有一个复述。这个复述呢，是将对方所表达过的东西呢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话很简单把它归纳起来，简要的讲出来说，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他的感觉。内容跟感觉，你刚刚说怎样，然后你感觉到非常的，因为这件事，你是不是感到很困扰，然后你很伤心等等，这样把他的感觉也能够讲出来。因为复述呢是表示说我们有在听啊，我能够听，我才有办法再讲一次给你听啊，并试着是来了解对方的感觉跟想法是不是有错误。但这样讲并不代表你是同意他所说，你只不过将事情重新讲一次而已。复述呢，它有几个好处。这边是告诉我们有4个好处。第一个呢，你可以有助于澄清对方在说什么。有可能他讲了一堆的时候，你根本不太清楚，你干脆就替他讲一次，而且用简短的来讲。第二个呢，他可能讲了这么多，但是你发现到中间的议题呢并不重要，只有这个重要，所以你只把这个部分拿起来讲。你刚才是有说到这样，这样的话你就会集中在这件事情上面。第三个呢，有时候他讲得非常的激动。或是讲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或是怎样，你会觉得好像他太乱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可以减缓他的对话的速度以及他的情绪，让他可以安稳下来。第四个呢，你可以使对方呢更愿意来听所要说的。这是有关进到第4步，你复述了，最后呢，你就要去同意。同意并不是同意他所说的一切话，同意是只是代表他中间你有一件事情，你非常同意他的看法，同时同意呢，其实也是一个这样，我们准备要去讲我不同意的地方的时候的一个让他能够缓下心来，并不是要我们去放弃我们的坚持，乃是要表示我们不同意的观点前呢，确认我所知道的是真的，我所听到的是真的，并不是对的，而是真的哈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在同意对方指出我们的不对跟不容易呢，我们是很困难的，但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心去听这些事情，我们要听到是事实的真相，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要防卫我们自己。我们不要责怪他人，我们不要专注在对方好像意见不合的这个地方，你必须要用敞开的心去听才有办法。所以我常常牧师常告诉大家说，我们要用感恩的心去面对所有别人告诉我们的事情。你能够认真去面对所提给我们，要是他说的是真的话，你当然要感谢他，因为怎样？因为上帝派一个天使来告诉你的，所以你知道哪边错，你能够去悔改认罪。但是要是不是真的话怎样，你也要感谢啊，因为你没有像这样子的过犯，你没有犯这样子的过错。在诗篇141篇第5节告诉我们说，任凭义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躲闪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人告诉我们，人家对我们好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看他是仁慈的，而看它是一种膏油，因为有义人，上帝派的天使来告诉我们。恶人的话呢，我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还是要感谢，我们要祷告神，告诉我们，假定是错误的话呢，求神怜悯我们；没有的话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。同时，在箴言第15章第31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听从生命责备的，必藏在智慧人中。原来有智慧的人愿意接受别人有关他生命上的责备，这是我们常常要感觉到为什么有人会来向我们讲一些话呢？其实是神常常会透过别人来提醒我们。但是呢，他讲的里面一定有部分是你同意，部分不同意。所以你要同意的话，要在具体的事情上去同意他，承认我们的错误，免得造成误会，以为他所说的我们通通同意。他讲的里面一定有部分是同意的，我们就针对那部分呢，我们来同意他，否则他会觉得说，我们说他在讲这么多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一句是同意他的。
通常人家讲里面一定有小部分是我们应该要同意的。如果我们能够虚心的认我们的错的时候呢，对方呢非常可能他也会承认自己的错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的是，你要如何能够去培养你的倾听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先等待，等待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去注意去倾听。中间万一有不太清楚的，我们要澄清。澄清之后，有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复述了。最后，我们有部分的同意，要同意他所讲的里面呢，部分是我们应该同意的，然后才准备要来告诉他有关如何用爱心说诚实话的部分。这一部分呢，就是说你要有属天的智慧去，要有属天的智慧呢去听，不是随便你就是随口就说出来了，也不是靠自己的小聪明，乃是要用属天的智慧。求神赏赐智慧呢，用清楚、有建设性跟具说服力的态度来沟通。课本里面告诉我们16种，我相信我们都没有办法背起来这么多。但是你只要觉得每一点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呢，你自然就会在你的生命中间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你渐渐就会这样子做。第一，我们看到是怎样，你要经历神的恩典，也就是以神的恩典为中心，你才有办法去智慧的去跟人家讲。当我们自己常常被神的恩典来充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让别人感受到神的恩典。而且我们常常要借由讲读经、思想、默想神的话语，要用祷告、感恩、敬拜、领受圣餐、团契等等这些讲，让我们持续活在神的恩典中间，让别人看到说，我们其实都是靠神的恩典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。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话，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你只能依靠神的力量。你没有办法将你没有领受到的东西，要别人去领受，如何呢？当然没有办法。这边讲了很多个点，我们是不是每一点都有这样子的去领受呢？你有没有透过读经？你有没有常常读经呢？你有没有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呢？你有没有常常祷告？你有没有凡事感恩呢？你有没有在敬拜？你有没有常常领受圣餐？你说圣餐很重要的，我们一年只有6次而已。你知道天主教是每个礼拜都领受圣餐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要是可能的话，我们都应该这样，因为每次领受圣餐是你再一次经历主耶稣的救恩。你想到主耶稣为何为我们道成肉身，然后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呢？这代表着主耶稣的身体，这代表这个血，这个杯是代表着是新约用耶稣的血所立的约。你每次都领受这样子的恩典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感受到你是这样活在神的恩典中间。这些你有跟我们这些信主的同样有这种团结的时候呢，这些都要帮助我们。我们第一个呢，你要让有智慧的话，就是显出是不是靠我自己，是怎样经历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在帮助我们。第二个呢，你要有跟公正而且有爱心的这种判断。我们通常的态度呢，通常会比实际说的话更有影响力。所以人家从你的态度就看出来，你是不是非常想公正、有爱心来做这件事，还是一种施舍的样子，还是怎样？我就摆明我就是偏心的样子，到底是如何呢？当我们用神的公正、有爱心的谈论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努力去看对方的好，而不是看对方的坏。除非有事实已经证明了，他们并不是那个样子，并不是我们想象、希望的这种好。而是实际上有这个坏在。神希望我们采取正面的解释呢，更胜于负面的这个解释，或至少要等到足以帮助下结论的事实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做判断。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6节、第13章第6节，在讲爱的真谛里面讲着，我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方面来去看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是用这样子来讲。要义是本身是无罪这样子来思考，但我们看到法律司法不公正的时候，就开始就认定这个人有罪了，朝这个方向一直在找他的罪。没有，其实你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之前，他都是无罪的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无罪认定是所有的法律真正比较进步的法律都是像这样子。神要告诉我们是这样，除非你看到他有真正的事实之前，我们到灵验相信他对的好的这个部分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
神要我们出于爱心来说诚实话呢，就刚才这个经节里面我们已经念过，这里面有代表了2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，我们要求神将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爱的真谛里面这个爱心赏赐给我们，也就是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爱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这个爱到底是怎样？是爱我自己而已呢，还是要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那无私的爱呢？第二个，我们求神赏赐长爱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例如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到第4节那样子行出来，也就是爱的实践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到第4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凡事不可结党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原来要我们这样行出来，是要这样子去行出来。当我们有了解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节到第7节的真正爱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再怎样，再用不结党，要很谦卑，看别人比我们强，要顾到别人的事情，不要只单顾我们的事情，这样去行出来。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里面比较狭义的说法，就是在说这个样子。即使我们必须有时候要用非常坚决而且直言不讳的这种态度呢，因为对方真的是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也先采取温和的方式，然后对方不还愿意接受的，我们才采取比较强硬的这个态度。第4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彼此平等的地位。相信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要是用高人一等的这种姿态去的时候呢，人家通常都一定会反弹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知道，在十字架之前，其实我们都是软弱平等的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，都需要主耶稣的拯救，我们并没有比别人比较好。第5个呢，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帮助对方来检视他内心的欲望。当我们这样课一直上过来，就知道说，我们大部分的冲突呢，都是因为心中的欲望成为偶像了，然后他开始支配控住我们而引起的。而这些偶像呢，必须要显露出来，而且我们要丢弃它，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和好。你要是不将自己的偶像挖出来，而且认定他就是我的偶像，你就不会那么努力要把它丢弃掉。所以一定要把它挖出来之后，而且要丢弃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和好。但是除非呢，对方他愿意具体来告诉你的话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是在想什么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是将我们自己的例子告诉他，我们谦卑的来描述我们自己是如何发现到自己的偶像，并承认他导致的冲突已经犯罪了，这是最好的方式。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19节里面，其实告诉我们说，从心里面发出来有恶念啦，有凶杀啦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啊、妄证啦、谤毒啊，这些通通是。所以其实很多事情都从内心出来，有些人根本不一定会知道。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例子告诉他，我曾经是怎样子，我原来是怎样子，后来我发现他就是我一个偶像，他也想讲啊，我好像也是有像类似这样子的东西。我们不能，或者是说我们不一定能够确定他心里面到底有什么偶像在，或者他在想什么。我们可以将看见的一些的问题提出来讲。当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借由例子呢，以及好的教导来鼓励对方也去检视他们的内心，然后并来脱离他的捆绑在。这是第5个。第6个，你要有很智慧的去沟通的时候呢，你也需要选择适当的时间跟适当的地点。选择适当的地点跟时间地点非常重要，特别是这几个要考量的地方，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？你明明要跟他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他只剩下10分钟、5分钟，你要跟他谈吗？我相信那就不应该用那个时间谈。很重要的时间，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，否则太仓促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办法。他的心情状况是这样，现在是非常悲伤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讨论这一些他本来就已经心情就很不好的时候，你去跟他谈，当然不行啊。会不会有什么干扰呢？然后会不会有什么安全感的问题？你带他要跟他谈的事情，到圣殿来谈，说不定他会觉得哇，这个充满了压力。是不是在他家里面，他觉得很温馨的地方，对他的最有安全感，可以来讨论呢？适当的时间跟地点很重要。第7呢，
尽可能是当面的去谈。我们用当面谈呢，比书信